我在网上晒女儿照片，不想和人撞了脸，对方要求和女儿做亲子鉴定，我果断拒绝。女儿却在家里大吵大闹，声称我不是她亲妈，她要去找亲生母亲。我解释无果，只能强硬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。后来女儿事业有成，却在我生病时拔了我的氧气罩。她满脸怨恨地看着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当年肯定是你偷了我妈的卵子。要不是你从中作梗，阻挠我和她相认，我早就过上千金大小姐的生活了，哪里用得着寒窗苦读10几年，还要辛苦做社畜？再睁眼，我又回到了照片冲上热搜那一天。耳畔传来的簌簌声，让我从黑暗中苏醒。因窒息而死亡的痛苦还历历在目，新鲜的空气让我感觉好似又活了一回。正当我紧紧攥着拳头，准备大口呼吸时，身边的一幕却让我瞳孔放大。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，正鬼鬼祟祟地蹲在床头。此刻，她手里拿着我的手机，熟练地打开视频软件，翻到了我发布的最新视频。瘦瘦小小的一团，正是她8岁时的模样。只是手上的动作娴熟的不像个孩子。或许她过于专注，她并没有察觉到我已经醒来，而是找到点赞最高的那条评论，进入对方主页，输入一条私信：阿姨，我就是照片里的贝贝，你想和我相认，我妈妈肯定不答应，但我想要我真正的妈妈。如果您看到这条消息，请在3天后的周6早上9点来我家附近公园见面。我家的地址是……她开始输入的时候，原本是想直接喊妈妈，但在迟疑了几秒钟后，还是输入了阿姨。甚至在打完地址后，还不忘了补充：阿姨答应的话不需要回复，不答应的话回复一朵小花花就可以了，这是我们的约定哦，拉勾勾。发完这条私信，她点了删除记录，接着看了我一眼，确认我还在睡觉，便把手机放回原来的位置，小心翼翼地爬上床，躺在了我的身边。女儿所有动作一气呵成，而我脊背发凉，看来她也重生了。上辈子趁着暑假带女儿旅游回来的我，熬了大半宿做视频，将女儿的点点滴滴发布在短视频上。一觉睡醒，评论区炸锅了。只因有网友抛出自己同样8岁的女儿的照片做对比，声称一模一样。夜猫子网友也在她的评论底下跟风，更有甚者调侃是不是失散多年的亲姐妹。或许是这样说的人太多，网友再次透露，说自己多年前冷冻过几颗卵子，他怀疑我盗用他的卵子才生下女儿。事情很快发酵，该网友疯狂私信我，要求我带女儿做亲子鉴定，甚至还把我的账号挂在网上，导致我被网暴。不得已，我只能选择报警求助，并且告诉他，如果觉得有人盗用卵子，大可以找冷冻的医院核实，而不是找我。谁知我阻止了网友的无理取闹，却没能阻止女儿。她看到了我手机里的内容，哭着闹着要找亲妈，说我跟她一点都不像，她的妈妈就应该是漂亮优雅又高贵的模样，怎么可能是我这样的普通老妇女？不仅如此，她偷了我几百块现金，要买车票找妈妈。我及时发现被阻拦，甚至撕碎了她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用笔记下的地址。从那之后，女儿对我格外冷漠，她发奋学习，再没有提起过这件事。就在我以为她忘了这茬，却没想到她事业有成，在我因贫血严重需要吸氧气时，私自扒了我的氧气罩。那时候我才知道她一直都在恨我，阻挠了她成为千金大小姐的路。如今我俩都重生了，我发誓再也不会干涉她的选择，尊重她的命运。次日一觉睡醒，女儿便做出一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模样，可她的心情却看起来比之前还要好。我也装作没有察觉，不露出任何破绽。事情也如上辈子那样，一夜之间我的视频冲上热搜，那条评论被网友们热议，我的后台也收到了不少私信。有人询问我是不是人贩子，有人骂我不要脸，偷别人的孩子。面对网友的质疑，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或许正是因为女儿私底下的操作，对方并没有在我的评论区吵吵闹闹，更没有私信我，反而是女儿。自打那天之后，她开始频繁拿我手机，我没有再管，任由她在上面摸索。毫无意外，她每次拿到我手机，都是迫不及待的去看后台私信，没有回应就是默认答应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根本没有看见。直到第3天，后台也没有收到消息。这3天时间里，她甚至旁敲侧击的询问过我有没有收到奇怪的消息。那张小脸依旧稚嫩，可眼底却藏着与年龄不符的探究，甚至还有对我的鄙夷。这种厌恶从她重生回来的第2天开始表现得极其强烈，不许我给她夹菜，晚上再也不愿意贴着我睡，我也乐得自在，一个人睡也就再也不用半夜醒来看她有没有盖好被褥，再给她掖几遍被子。这些改变她自以为不留痕迹，实际上全都被我收于眼底。时间如约来到了第3天，这天她央求我带她下楼玩，趁我不注意，偷偷离开我的视线。若是换作从前，我一定会以为是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比如遇到人贩子之类的。可这天我没有丝毫慌张，甚至在发现她不见了的10分钟后，才慢慢来到她说的公园。隔着老远，我才发现女儿今天特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洋娃娃。她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乖巧极了，脸上还保持着优雅的微笑。可时间1分钟、2分钟，甚至1个小时过去了，她依旧没能等到她的妈妈。直到快要吃午饭的时候，她开始焦急了，尤其是询问过路人，得知现在已经12点多，更是不停地来回踱步。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才慢慢走到她身边。还没靠近，便见女儿原本焦急的小脸瞬间满是欢喜，随后迈开步子，朝着不远处奔，一边奔跑一边喊：“阿姨，这里，阿姨，我就是贝贝。”我的视线也顺着女儿奔跑的方向看去，眼看她距离那个路人越来越近，我的内心却没有半点波澜。
女儿很快奔到那个路人面前卖乖，甜甜地喊了声阿姨。谁知匆匆赶路的路人被她吓了一跳，当即问你是谁？女儿一愣，虽然小脸上写满了疑惑，但还是开口，我是贝贝啊，就是和你女儿长得很像的那个贝贝。路人闻言，脸色难看到了极致，他将墨镜摘下来，环顾一眼四周，推搡了他一把，冷声道：谁家孩子这么没教养？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哪来你这么大的女儿？再说了，我有那么老吗？很明显，女儿认错了人。见他站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我这才迈着步子靠近，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开口问他：贝贝，怎么了？你认识他吗？岂料话音刚落，他立马仰起头，愤怒地看着我，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狠狠一掌将我推开。要你管，都怪你，肯定是因为你在这里。我踉跄两步，冷着脸看他，突然坚决的想笑。也是，他恨极了我。无论是上辈子我斩断了他跟亲生母亲相认的机会，还是他拔掉了我的氧气罩，甚至重活一辈子，对我这个妈妈有的只是厌恶。尽管那时候我已经强调过，她就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女儿。或许是意识到我的脸色不对，他眼珠子一转，哇的一声哭出来，一边哭一边道：为什么我在外面这么久，你才来找我？难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万一我被人贩子拐走了怎么办？我从小就没有爸爸，难道妈妈也不要我了吗？仔细想想，上辈子也是这样。自打我认真告诉他，她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，他就千方百计刁难我，每一次恶意破坏，无端发脾气。明明是他无理取闹，可他偏偏能够精准拿捏我的情绪。比如说现在，明明是他做了错事，反过来指责我，用母爱捆绑我，再开启卖惨模式。一切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为了转移话题，把我的愤怒转化为对他的愧疚。那时候我也傻，根本没想到一个年仅8岁的小姑娘，居然会有这么多心思。在愤怒被他燃到极致时，又因为他一句“我从小就没有爸爸”而败下阵来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抱着他给他安慰，说无数次我爱你。现在再也不会了，任凭他哭得肝肠寸断，我依旧没有感觉，反倒觉得厌恶至极。似乎是见我无动于衷，他一边揉着眼睛哭，一边从指缝偷偷看我，到最后泪眼朦胧地扑过来抱住我，哽咽道：妈妈，你不爱我了吗？是啊，我不爱他了。既然大家都是重生来的，那这场戏还得演下去。我尽量表现得不动声色，挤出一丝笑容，弯腰揉揉他的脸。妈妈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女儿呢？傻丫头，妈妈找了你一上午呢，还好找到了。现在我们回家吧。我牵着他的手，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过。这也恰好如他所愿。接下来的日子仿佛又回归了平静。因为说他女儿和我女儿撞脸的网友，并没有像上辈子那样再发后续，这件事短时间内反而降了热度。到了第5天，浏览量以及点赞数已经屈指可数了。在此期间，女儿依旧会频繁偷拿我手机，有时候还会自言自语：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出现，也没有回消息呢？该不会因为我主动联系，拿我当骗子了吧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见我发现他拿我手机，他会假装不经意的继续套我的话：妈妈，这个阿姨说我和她女儿撞脸了，你看她还发了照片，真的一模一样哎。妈妈，你和这个阿姨一点都不像，我该不会是她的女儿吧？上辈子我被那位网友骚扰，再加上被网暴，精神一度濒临崩溃，时常患得患失，也因此在她这么问的时候，总会极其焦虑的跟她解释，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但现在我不会了，我笑眯眯的看着她，温柔道：说不定是的哦。你希望自己是那位阿姨的女儿吗？女儿的眼神闪躲，我只希望和自己的亲妈妈在一起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是我的妈妈，我也会爱你。是啊，这具8岁的身体住着28岁的灵魂，怎么可能不表现得滴水不漏？就在我发愁这辈子没有如女儿的心愿时，事情有了新的进展。这天夜里，女儿又鬼鬼祟祟拿走了我的手机。她照旧熟练地打开私信，与之前不同的是，空空如也的私信对话多了一串号码和一句话。打电话给我，夜很静，连带她突然开始急促的呼吸也格外清晰。她将手机屏幕熄灭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而后蹑手蹑脚拿着手机走到客厅，掩上门拨打电话。我并没有听到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只有女儿压低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：阿姨，我是贝贝，对，你肯定是我妈妈。我和她一点都不像，她又老又丑，哪里像你这么漂亮？没有爸爸，她说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骗傻子呢，肯定是她偷了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肯定配合你。我不知道他们私底下筹谋了什么，但能猜测到大概。女儿挂断电话，再次偷摸溜进了房间，将手机放回原地。或许是太高兴了，她连躺下都忍不住抖着肩膀偷笑，甚至唏嘘一句：太好了，这次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个家，去做千金大小姐了。我闭了闭眼睛，竟有一种解脱感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祝你得偿所愿，做你的千金大小姐吧。其实女儿之所以笃定对方有钱，全是网友扒出来的。8岁的年纪，什么都懂了。网友们先是扒了对方的 IP 地址，再对比我。我所在的地方只是18线小城市，而对方身在有钱人聚集的魔都。点进对方的头像去看视频日常，也全是富人的奢靡生活日常。波士顿龙虾、法国大餐、名贵的红酒、高奢首饰以及各种名牌包包，再加上频繁的国外旅游，一切的一切都足以证明我们的生活水平天差地别。也因此对方爆料自己曾经冷冻过卵子，怀疑被我盗用，才引来网友热议。如上辈子那样，只因那位妈妈透露自己冷冻过卵子，疑似被我盗用，我的这条视频再次被热议。后台也被网友疯狂私信轰炸，各种难听的词汇随之而来。我及时关掉私信功能，
点开那些辱骂我的网友，这才发现另外一个真相，并不是网友疯狂，而是这些账号有问题，全都设了私密，且没有任何动态，一看就是雇来的水军。因为无法私信到我，那位妈妈直接找到记者上门骚扰。面对镜头，我不再是曾经灰头土脸的模样，而是早有准备，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，毫无畏惧的放话。如果你觉得是我盗用了你的卵子，你还可以报警。倘若无脑骚扰，不好意思，报警的人就是我了。另外，你觉得她是你女儿，欢迎随时来做鉴定。记者见从我这里无从下手，转而采访女儿。女儿看着镜头，哭得比谁都伤心。如果她不是我的妈妈，我只想找到我的亲生母亲，哪怕只是相认，只是看一眼我都满足了。记者再次将镜头对准我，我笑笑道：“我还是那句话，欢迎来做鉴定。正是因为我的坦荡和无所畏惧，让那些想要有机可乘的人无机可乘。可怜我上辈子护女心切，担心对年幼的她造成伤害，因此不愿意让女儿在记者面前露面，被有心之人称之为做贼心虚。他们说我盗用了别人优质卵子做试管婴儿，更有甚者造我黄谣，把我往风口浪尖上推。我所承受的一切，直到报警后才结束，可也对我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。事后我更是为了女儿能健康成长，不惜花光我所有积蓄，逃往另外一座城市，重新买了套房，房贷以及教育女儿的花销，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未老先衰。这一次我要为自己而活。如我所料，那位妈妈3天后找到了我。号称秋老虎的季节，她依旧穿着皮草大衣，一见面便一副趾高气扬模样，嚷嚷着做亲子鉴定。女儿表现的殷勤又乖巧，眼里全是谄媚，而我不慌不忙，静静地看着她。尘封的记忆逐渐苏醒，我的拳头也跟着攥紧又松开。如果说滤镜和美颜的照片只是让我怀疑对方身份，那么见了面以后，去掉美颜滤镜，我已经基本可以肯定，她就是我认识的人何云婷。那是我最爱陆西河的那一年，查出来怀孕后，我几乎欣喜若狂，憧憬着告诉她我怀孕的事，她将会多么高兴。来到她家后，打开房门，却看到她和一个女人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没有哭也没有闹，而是默默关上门离开。当天夜里发了短信宣布分手，之后离开这座城市，换了号码，删除了有关于她的所有联系方式。那时候我不是没有想过打掉肚子里的孩子，一面之缘让我最终命丧黄泉。是我不该没有认清楚状况，是我活该。早该明白，一个脚踩2只船背叛者的基因能生出什么优良品种。也是后来我才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，陆西河结婚了，和他的秘书。那个秘书正是我那天看到的一个叫何云婷的女人。如果上辈子女儿和对方女儿撞脸一事是个谜团，那么这辈子统统得到解释。女儿不像我，必然像爸爸。他指责我盗用卵子，噼里啪啦一顿输出后见我没有反应，问我说要去做亲子鉴定，你没听见吗？看来这些年我的变化太大，他并没有认出来我。看着何云婷身后几乎和我女儿一模一样的小女孩，我不慌不忙开口，亲子鉴定我看不必了，既然你们双方都觉得彼此才是自己的至亲，直接带走就好了。何云婷一愣，反问了句，你说什么？直接带走？就算是你盗用了我的卵子才试管成功的女儿，那也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真这么狠心？我再次点头，不然呢？两人这么像，肯定是亲姐妹。你若是不想带走，就不要浪费时间。贝贝，我们回家。我佯装伸手去拉女儿，女儿却一个闪身躲开。她藏在了何云婷身后，仿佛我才是什么豺狼虎豹。很明显，女儿的举动再次赢得何云婷的好感。她道：“你说的轻巧，万一我前脚带孩子离开，你后脚报警说我是人贩子怎么办？这个鉴定必须做。如果真的是我女儿，不用你说，我也会带走。”我依旧坚持不肯做亲子鉴定，但在最后放话，亲子鉴定不做。要不要给他俩做亲缘鉴定？我管不着。女儿似乎不想再装下去了，抓着何云婷的手道：“阿姨，这样也可以的。如果亲缘鉴定结果显示我和月月是姐妹，那就证明我的确是您的孩子。”何云婷刚才滔滔不绝的时候，女儿不知道跟她女儿聊了什么，已经被拿下了。此刻女儿这么说完以后，何云婷身边的小姑娘也笃定道：“妈妈妈妈，你就答应做亲缘鉴定吗？她肯定是姐姐。你知道的，月月从小就希望自己有个姐姐。”何云婷哼哼了一声，答应做亲缘鉴定。结果如我所料，这2个孩子果然有亲缘关系。女儿在看到鉴定结果如她所愿以后，立马冲进了何云婷怀里，眼中含泪，殷切地喊道：“妈妈，我知道你一定是我妈妈。我以前就在网上看到过，有妈妈生下双胞胎，医院却说只活下来1个然后抱走的。妈妈，我肯定也是这样的。”不得不承认，女儿私底下做的功课的确很足。何云婷虽然半信半疑，但看样子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。她底气十足道：“我就说嘛，之前说什么报警也不敢做亲子鉴定，都是做贼心虚。我也不计较之前花了我多少钱培养。这样好了，我跟他断绝母女关系，你带他走。至于户口方面，我想你自然能想得到办法，我这边可以替你开证明，帮他转到那里。”何云婷愣住，你真的舍得？我笑笑，舍得。手续办理得很快，短时间内女儿户口连带学籍之类的全都转到了魔都。我知道得偿所愿的他跟我一样，离别时虽然表现得不舍，但巴不得彼此消失在彼此的视线内。女儿被带走的第2天，我立马注销了手机号码以及所有账号，并且重新办理，甚至搬离了这座我生活了近乎9年的城市。去了曾几何时做梦都想去定居的丽江，凭借模糊的记忆，持续购买一串彩票号码，终于在半个月后中了2000万大奖，用这笔奖金全款买房，剩下的存下来生活。
我开始注重形象，练瑜伽，塑体型。单身的我没有负债，不需要养孩子。本就是孤儿的我，更无所谓去维护什么血缘关系，过得逍遥快活。甚至和闺蜜视频的时候，她都在说，感觉我像是变了个人，年轻10岁，分外有活力，与之前暮气沉沉的中年妇女判若两人。临近挂断电话，闺蜜补充了一句：梦欣，你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，人活一辈子，何必呢？一个渣男能生出什么好孩子？白眼狼而已。好在命运待你不薄，我真为你感到高兴。之后的日子是我所不曾料想的逍遥自在，有钱又快活，想旅游旅游，想逛街逛街，没有孩子的束缚，没有父母催婚，没有乱七八糟的社交关系。无聊时我也谈过几个男朋友，只是相处没多久，觉得腻了烦了就分了。最近又谈了个小男朋友，22岁男大，很乖也听话。我图他年轻有力气，他图我有钱情绪稳定。情到浓时我们也会聊到以后，我明确的告诉他，不会结婚也不会生孩子。小男朋友红着眼喊我姐姐，告诉我他不介意，还说人只有一辈子，要及时行乐。正是这句话让我莫名感动，也因此这3年时间里，他是跟我跟的比较久的一个。直到这天，我躺在小男友怀里的时候，就见他刷到了一个视频。视频里是一个11岁左右的女孩寻母，手里举着一张划得不是很好的划，声称这是她的妈妈。但我一眼就看出了，这是女儿7岁那年送我的礼物。而这个小女孩，则是后来跟何云婷离开的女儿。送这幅划时，她还吻着我的脸颊，祝我母亲节快乐，说她永远爱我。谁知仅仅1年时间，我变成了她生命中最厌恶的一个。正当小男友打算划过这条视频时，我抓住了他的手，等等。小男友虽然不理解，但还是乖乖松手。我点开女儿的头像，进入主页，翻看里面最新的视频。原来这3年时间里，她并没有如愿成为千金大小姐，而是楚楚被排挤、被打骂。女儿在最新视频里是这样说的：我以为她找到我是真的想找回自己的女儿，谁知道她只是想拿我当流量密码，炒作成网红。可惜现在是快餐时代，很快会有更有趣的事情取代，就是我被遗忘，她的目的也就落空了。她当我骂我，说我是私生子，我在家里像个仆人，稍有不顺心就被她随意打骂。妈妈，我错了，求你带我走吧，我后悔了，这个世界只有您最爱我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的账号限流，10几条视频，点赞量最多的也不过10个。我又翻看了其他视频，里面记录那对母女的恶行更多。而我也终于发现了另外一个真相，原来何云婷把女儿带回去没多久，便发现她和丈夫陆西河有血缘关系。一切证明都告诉她，贝贝并不是偷到她卵子的产物，而是陆西河的女儿。再加上炒作的目的没有达到，她对待江贝贝的态度越来越恶劣，吃不饱穿不暖，骂她是野种是常事。最恶劣的一次是将她关进卫生间，饿了整整3天3夜。何云婷带着自己的女儿出去旅游回来，才发现被锁在卫生间的她在这3天时间里靠喝水龙头里的自来水果腹，险些命丧黄泉。除此之外，那个一开始喊她姐姐的女孩陆月月也楚楚刁难她，栽赃陷害，说她偷东西，打她骂她，联合同学孤立她。她过得很痛苦，活不下去又死不了，终于得偿所愿，又好像事与愿违。我认真的翻完10几条视频，看完里面所有内容，内心没有丝毫波澜。早在下定决心尊重她选择的那一刻，我和她就没了母女之情。或许是见我脸色有些不对劲，小男友在我手背上吻了一下，轻声问：姐姐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很可怜？我也觉得她很可怜，要不我们帮她买波流量，祝她早点找到妈妈。我打断小男友的话，不用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随后直接拉黑该用户，才把手机丢给小男友。虽然用小男友的手机拉黑了女儿，可出于好奇，我还是用自己的手机偷偷注册小号观察她的动向。女儿并没有放弃发视频寻找我，但我从未有过任何回应。从视频中我得知，女儿15岁初中刚毕业就辍学了。只可惜未成年人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在家里当保姆，负责那对母女的饮食起居。所谓的上流社会生活，其实都是母女俩打造的人设，真实情况也不过是个普通家庭。房子是租来的，大餐图片是网络搜的，就连名牌包包那些也是 P 图。她辍学在家没多久，不堪忍受折磨，最后逃离了那个家，找不着工作，时常饿肚子，最后又跟一些黄毛混，跟人打过架，甚至还闹到拘留所。发这些日常视频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再举着那张划了，更没有说道歉的话，而是将他对我的恨尽数吐露出来。他在视频末尾竖中指，咬牙切齿道：江梦欣，我恨你，都怪你我才变成这样。你当年给人做3生下我，看到我要认别人当妈，故意不说话，就是想害死我，对不对？江梦欣，我现在成了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，你满意了吗？如果是面对面，我绝对会回复他一句：这样的生活不是你一直期盼的吗？成年后，他依旧不忘每隔一段时间发条视频，里面是他染了夸张颜色的头发，跟一群黄毛丝混在一起的日常，活脱脱精神小妹一个。看到最新视频，我才得知他前不久去打了胎。他说自己大出血，差点死了，还在视频里恶毒的诅咒我，说我肯定也死了，要不然怎么不来找他？如今我又换了新男友，这么多年我挺专一，一如既往的喜欢小奶狗。小奶狗凑上来，看着视频里的内容问：姐姐为什么总看这个？我退出界面问他：你觉得我会不会就是他的妈妈？小奶狗嗤笑出声：怎么可能？你这么年轻生不出来。而且这个女孩看起来反而更老一些，看来任谁被生活搓磨也光鲜亮丽不到哪儿去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女儿这么多年没有找到我，
找到我的人反而是陆西河。他不再是当年帅气迷人的模样，甚至看起来有些穷困潦倒。因为不注重管理，再加上岁月侵蚀，活脱脱油腻发福半白老头模样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他惊呼出声：“梦欣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？不，比以前更漂亮了。”接着他告诉我，他找了我很多年，问了很多我们的共同朋友，但他们都说不知道，甚至提起当年分手的事，说他只是一次醉酒，做了错事，心里爱的只有我一个。在被何云婷逼宫结婚没多久后，他的公司就破产了。何云婷跟他提出离婚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孤身一人。我有些想笑，问他跟我说这些是想告诉我你有多深情吗？不，你只是又穷又错，没有女人看上你罢了。知不知道你现在这副发福的模样，多看一眼我都想吐。我招招手换了小奶狗，帅气年轻，身高185的年轻男人。或许是看到我身边的人，他瞬间自卑，张了张嘴说不出半点反驳的话，最后才讪讪开口，其实找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想告诉你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女儿贝贝，她进监狱了。原来女儿不堪生活的落差，再加上那对母女后续遇到她，不但咄咄逼人，还出言侮辱她。女儿本就对生活充满了绝望，他们却三番五次挑衅，于是一念之差的她将这对母女杀了。说完这些，他接着道：贝贝进监狱好久了，如今就要执行死刑。其实他在此前也找了你很久，只是一直都没有找到。梦欣，你要不要去见她最后一面？好歹她是我们的第一个女儿，我有点恶心，所以找到我是来兴师问罪的。陆西河慌忙开口，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我笑，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就应该早早的回到你宝贝女儿身边，尽一个父亲的责任，不要试图道德绑架我，指责我，罪魁祸首是你。他看着我，眼底有浓浓的愧疚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最终只是呢喃道：我知道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贝贝。我摆摆手，算了，提这些也没用了。我的确想见女儿最后一面，毕竟只有亲眼看见，我才能陆西河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于是我道，我答应你去见她最后一面。女儿的确进了监狱，看到我的第一眼，她便红了眼，哽咽着问，妈，你是不是也回来了？我知道你肯定是，在这里这么久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否则你也不会那么冷漠，那么轻而易举就让何云婷带走我。我没有正面回应她的话，而是问，这辈子我如你所愿，并没有干涉，你还有什么不甘心的？你已经不小了，就算第一次不懂事，第二次也不明白吗？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但也只是过去式了。女儿瞬间嚎啕大哭，哭着哭着开始自扇耳光，跟我道歉。对不起妈妈，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如果还有下辈子，我一定还要当你的女儿，保证好好对待你。我依旧面无表情，冷冷的回她，大可不必。你不是意识到错了，而是意识到选择何云婷，并没有过上理想的生活。你只是从中权衡利害关系，不得不选择我。你我母女关系早就结束了。随后站起身子，任凭他怎么呼唤，我都没有回头。女儿执行死刑这天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的她依旧是7、8岁的模样，笑着跟我打招呼。发现我不理她，甚至有躲开她的意思。她扑进我怀里，紧紧地抱着我，热泪盈眶地喊我妈妈，说她还会回来，继续做我的女儿。我被这个噩梦惊醒，回想起这个月生理期推迟了好几天，心有余悸的我去了趟医院，果然查出来怀孕1个月有余。想到梦里可怕的一幕，我果断去做了手术，拿掉这个孩子。甚至为了避免噩梦成真，我将拿掉的那团肉送去寺庙，交给主持镇压。主持焚香诵经，告诉我已经去除怨气，忘却凡尘，且他永远都不会再有轮回时，我才彻底放心。有了这次经验，我从寺庙回来后，便跟新男友提出分手，一个人逍遥快活，杜绝所有生孩子的可能性，便可一世无忧。再次和闺蜜相约出发旅行时，我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，请问是江梦欣女士吗？我微微蹙眉问，你是？对方答，我是社区人员，这边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男尸，身份证显示姓名为陆西河，请问您是他朋友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能不能辛苦您来确认？不是朋友，是债主。我打断对方的话，他欠了我很多钱，既然死了还不了，那我只能自认倒霉。尸体吗？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撒进河里，扔进大海，或者随便找地方爆个坑埋了也可以。挂断电话，我直接拔了手机卡。眼看还有点时间，看来登机前我又要换张电话卡喽。